無論係朋友啊、友情、愛情、親情，我哋都要好好地珍惜呢一段緣分，因為未必你嗰一面出咗嚟之後，你就失去咗好緊要嘅嘢，所以我都係講下嘢壓時間，因為仲有3分鐘。Oh my god！ 仲有幾耐啊？其實我唔係好叻壓時間嘅，講真。前幾日嗰個停咗嗰8分鐘，我都真係，所以就，哎呦哇！有埋音樂添啊！呢個 part， Oh my god！So romantic。係咯，希望大家今晚有屋企人喺隔離，或者有朋友喺隔離，或者有你嘅伴侶喺隔離嘅時候，好好地望住你身邊嘅每一個人，每一段緣分都好唔容易。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面，遇到大家真係太唔容易。係咯，即係所以除咗支持我之外，都唔好令你哋嘅另一半呷醋，真係啦，即係係啊，即係你哋有冇男仔係陪老婆嚟睇嘅？唔好意思啊，有時令到你哋嘅老婆可能喺屋企成日講我或者貼我啲海報嘅時候，我喺 YouTube 上面睇我都知道，或者 IG 見到我都好唔好意思。希望你哋嘅老婆即係老婆們或者女士們都即係好好珍惜隔離嘅嗰位男士，佢先至係第一，我就擺喺後邊得㗎啦。佢先係陪你一生一世嘅嗰個人嚟㗎嘛，係咪？咁當然我嘅音樂都希望可以陪大家一世。仲有幾耐？我已經難到好多時間，我盡咗力㗎啦，真係。喺度多謝我，仲有分半，哇！真係〜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真係。我讀下啲牌，大家啲牌寫咗啲咩咧？寫咩啊？望住你，俾心飛滿符嗰度，仲有多謝。大家冷靜啲，唔好衝出嚟。好心心啲。大家咁開心願意嘅話就係企起身一齊倒數啦。願意嘅話都可以坐到嘅。唔夠1分鐘咯，好似係嘛？幾時香港有倒數呢個？我自己都唔知，真係。可能我真係太溫頻同佢倒數，一直以為得跨年倒數。我覺得倒數都好啊，有啲緊張。193喎，好高啊！好多謝你平時喺網上面支持我，多謝你。我仲有30秒係咪？Oh my god！ 熒光幕係咪有倒數啊？20咯，哇！好嘢！16、15、14、13、12、11、10。Okay.